大家好，我係唐人街華仔，第38集嘅探店日記。我哋再次嚟到布碌倫 Anchefort Hamilton 地鐵站對面嘅大滿屋壽司店，大家仲記得嗎？上一次探店，我哋仲巧遇香港武打明星李元霸，仲同佢一齊品嘗大滿屋嘅美食，引起唔少觀眾關注。今次再訪，華仔發現大滿屋依然保持住高水準出品，而且仲推出咗更多特色料理，值得再次同大家分享。負責人華哥同我哋分享，佢哋一直堅持選用新鮮食材，做好每一道料理。正因為出品穩定，價錢合理，唔少街坊食過一次之後就變成熟客。靠住大家嘅支持，而家嘅大滿屋已經成為附近街坊同唔少日本料理愛好者嘅熱門食店。7日營業，希望無論堂食定外賣，都可以為客人送上最新鮮、最有誠意嘅日式美食。近日華哥特意致電華仔，自從唐人街華仔探店視頻播出之後，唔少食客都慕名而嚟，大滿屋人氣持續上升，大人細路都中意。好多街坊仲專程前來品嘗壽司同拉麵。為感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，華哥再次爽快宣布，凡係到店消費或者係外賣，並提到係唐人街華仔粉絲，即可享受9折優惠，優惠長期有效。聽到華哥宣布呢個好消息，華仔真係覺得特別開心，因為探店日記一路以嚟嘅初心，希望透過我哋嘅鏡頭，將真正值得推薦嘅美食分享俾大家，幫助用心經營嘅商家推廣，俾更多人認識。同時，我哋都希望借住唐人街華仔嘅影響力，為粉絲爭取更多實實在在嘅優惠。今日華仔同滿滿 Cake 私房烘焙嘅麥小姐一齊嚟到大滿屋打卡，品嘗多款特色美食。簡單燒下個魚呢，就完全真係去晒腥味。然之後嗰啲飯團呢，好紮實，啲飯又粒粒分明，同埋個比例配搭得相當之好啊！係啊，所以咪就我頭先講嗰個醋嘅問題咯。因為啲醋咧，佢會將你啲魚劈聲啊，跟住就會同埋你同埋你食咗啲醋，咁你條脷嗰啲味覺係會。好多人以為大滿屋淨係食壽司，其實除咗新鮮刺身同創意壽司之外，仲有好多熱辣辣嘅熟食選擇。我哋試咗鑊氣十足嘅牛肉炒烏冬，仲有方便又實惠嘅日式便當，款款都真材實料，性價比相當高。其中值得推薦嘅就係佢哋嘅三文魚炒飯。今次華哥特意加入煙燻三文魚一齊炒，令炒飯嘅層次更加豐富，可以講係鹹香夠味，越食越香。華仔覺得值得推薦。今集探店日記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大家覺得呢間店值得推薦，記得點讚分享，關注華仔，繼續帶大家探索更多特色美食，同埋分享更多優惠資訊。